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JPEX 2023年9月被揭發涉嫌詐騙案，警方至今拘捕80人，包括集團核心成員、協助宣傳嘅網紅同 KOL， 以及協助清洗黑錢嘅傀儡戶口持有人，並且凍結2億2800萬資產。警方星期三交代最新案情，向16人作出檢控，其中6人係犯罪集團核心成員，3人係傀儡戶口持有人，7人係場外交易所相關人士以及協助宣傳嘅網紅。案件星期四朝早喺東區裁判法院提堂，警方就話案件牽涉眾多，要花費大量時間調查。由案發至今，從來係冇公司或者係個人承認為 JPEX 嘅真正營運者，所以警方係需要作出大量嘅調查，去釐清邊個係 JPEX 嘅幕後黑手、核心成員或者係共犯。而喺過往2年，我哋嘅調查人員向大量嘅受害人同埋證人作出調查同埋錄取口供，亦分析咗大量嘅文件，包括公司註冊文件、銀行嘅開戶文件同埋交易記錄，亦都係要向對大量嘅電子設備進行咗法證嘅檢測同埋分析。除此之外，案件亦都牽涉咗大量嘅銀行帳戶同埋加密貨幣帳戶。警方因此係要花大量嘅時間去進行分析，從而係調查 JPEX 嘅運作模式同埋佢嘅犯罪得益流向。有消息就話檢控名單包括網紅林作同埋陳怡。警方鎖定2名在逃主腦同埋1名骨幹成員，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緝令。其中1名被通緝嘅人士係畢少王貞傑嘅助手莫俊廷。今次係警方首次引用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提出控告。警方就話會繼續調查案件，唔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或者檢控。